淨係得388呎兩房居屋，想做到2間獨立睡房，仲要有大量收納，好多人話根本做唔到。今日安盈苑呢個員工單位話你知點樣突破局限？今次係安盈苑388呎兩房居屋，一家3口居住，業主希望分隔出2間有私隱嘅獨立房間，全屋增加大量儲物位，整體風格簡約溫馨，視覺唔會顯得擠迫。一入屋就見到成個客廳，左邊擺放綠色皮梳化，右邊整面電視牆一體打造，電視旁邊做咗隱形門設計，關門之後同展示酒櫃融為一體，唔會破壞客廳整體美觀。具體全部貼牆定製，中間留闊走道，成間屋睇落舒適開揚。鏡頭轉到梳化同餐區右邊擺放3人綠色皮梳化，一家大細休息坐得夠晒闊落。旁邊配備可移動隱藏餐桌，細張唔佔位，食飯時拉出使用，用完可以貼牆收埋。側邊仲做咗高身立櫃，專門擺放神流雜物同大型家品。仔房用磨砂玻璃趟門隔開，透光之餘保障私隱。門口定製一組多功能獅子櫃，側邊豎紋掛板可以掛鎖匙同飾品。上層玻璃門用來收藏酒，中間開放台面擺放電器雜物，下方封閉舉收納一家3口嘅大件用品。隔籬就係獨立廚房，門邊嵌入雪櫃，入到廚房上下都做滿白色吊櫃同地櫃。L 型操作台面空間充足，微波爐、煮食爐、洗菜盤分區規劃，仲內嵌洗衣機同洗碗機，一家煮飯打理都好順手。最後睇埋浴室做標準甜心分離磨砂玻璃隔斷，洗手台連鏡櫃一體定製，一家3口洗手護膚用品全部收納妥當，細浴室打理起身都好輕鬆。